大的冒险就是容器，因为这个是不会吸水的，竹筛是会吸收水分的。一口气丢掉1000个竹筛，改用不锈钢。江长涵颠覆100年来做豆腐乳的传统做法，不再靠竹筛上附生的霉菌发酵，不全凭天上掉下来的菌。他用空调控温给水器，由弟弟跟专家实验，找出7种最合适的菌种。那这是做的最漂亮的，所以说它就是绿色的。传统接菌并非每次都有最佳状态，让江长涵决定走向现代化，赌上2500万买设备。他想确保已经50年的品牌，在往后50年甚至100年口味不变。不用木板的话，用不锈钢板的话，它的保质期限也会比较长。让制成自动化不只为了卫生，8小时可以做出3顿半的豆腐，传统人力根本办不到。我们会分析它的含水量，然后还有用手去压它的那个弹性。江长涵深信，唯有品质稳定，品牌才能活得下去。庄田氏晚上要紫外线杀菌，发酵室里的温湿度更是丝毫不能马虎。37度的温度下去熟成是最快的，它的活性最强。但是25度的熟成的方法的话，它是口感最好的。做观光工厂，做文化馆，让消费者检视5年之内吃下全台近50%的市占率。豆腐乳外销海外华人圈营业额增加了1倍。日本人单吃豆腐乳佐清酒，马来西亚御厨则拿来调配沙拉酱。老豆腐乳新滋味，要征服更多的嘴。有些沙拉酱是会放起司嘛，对不对？尤其在西班牙啦、意大利那边，大家把起司拿掉，换豆腐乳进去。希望可以开拓更多客群，对不对？開發絲綢，帶來商機。好，要開發市場，帶來商機。積極留住傳統的味道，但以自動化生產來穩定品質。江長涵放眼開拓國際市場，希望讓老豆腐乳能夠跟西方cheese分庭抗禮。開發絲綢，帶來商機；開發絲綢，帶來商機。